为了配合石门水库观光发展，使馆局迎接春天杜鹃花季的来临，是假日郊游的好去处。1982年3月7日，当时桃园县的石门水库经过古学会征收，举办杜鹃花花季活动。当时的观光协会协助下，为了发挥观光功能，石门芝麻大酒店特别举办观光发展酒会，招待中外外宾，以推展石门水库的观光事业。2019年3月7日，新北地方法院判决台北捷运随机杀人案件被告郑捷、郑捷死的死刑，22个有期徒刑，并且褫夺公权终身。伊伫捷运顶面举刀啊，杀人计造成4死24伤。受伤的部位大部分是胸坎甲腹肚，出手真粗残。这个事件当时予全台湾人震惊。郑捷、郑捷伫过两年5月份被执行枪决。